台股今日大盘2065点，下个真正来台积电大盘94块，收伫咧848块。爱收回关税，川普讲逐党就爱付一笔大钱，后美的民众抗议川普干预世界的经济。美国中西部甲南部最近变大水，雨做大水，至少有18个人死亡。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楚欣。清明连假才过线，哪会感觉今日才是清明？就是川普的对顶关税冲击到咱的台股就重伤。台股今日大盘超过2065点，前到打收盘唔捌写这么正力，是达6.6条就安尼撇都无去。超过1700间公司股价博到前波袂顶袂动，台积电嘛闪袂过，大盘94块，收伫咧848块。也回市这边代表汇率上当半1角4，盘到33.228块，这个数字也是9档以来上界低的。落尾收伫咧33.055块，有起来3%。也股市当中的，也阁有日本甲韩国。日本这边日经机会指数开盘10分钟就跌超过2500点，台湾交易所暂停交易10分钟，每场大盘2644点，是日股史上盘第3低的。也暂停交易10分钟的，也有韩国。韩国这边韩国的股市是跌超过4%，是连续第4个交易日来受恶。加权指数开盘一路急杀超过2000点，跌幅超过9%，创史上上大跌幅。宽达股、台积电也难逃股灾，开盘重跌超过9%跌停，股价跌到848块。对金管会伫开盘进前，实施调整每日盘中借券卖出委托数量，甲用券保证金成数稳定措施，股民有无同的看法？本来就是让它自由的公平交易，这个本来就是市场嘛。亏钱的人，今天政府护盘也护不到，他会成不亏啦。分析师表示，因为初七的台股毋但是大盘落盘，各类股也拢有落盘的走势，是系统性的风险。上季市更较有超过1000档股票落盘，显示流动性出现问题，有价卖压会延续到七八。会出现这么大的波点，主要是因为川普对台湾的关税税率超出市场预期，也个超过台湾的竞争对手日本、韩国，台股才出现淡薄补盘的态势。这样的一个卖压呢，我认为最快可能也要等到明天才会宣泄完毕。急跌下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急速的反弹，它可能会是一个短波段的一个低点，但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低点，是不是在这1-2天就浮现？这个需要时间观察。这波关税战引起的全球股灾，毋但是美股持大损失超过6条美金，日经机会指数开盘10分钟，波点都超过2500点。台湾交易所触发机会熔断机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也大波暂停卖单交易，市场关心咱国会安怎应对？我们严阵以待，那相关的措施我们都会提出及时的措施。虽然我们是以1个星期这样子的。角度来去执行我们现在的计划，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密切的观察我们全球股市的一些影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川普关税这道流落，大国家拢感觉有够痛。川普表示讲，若要爱伊甲关税收回，就要逐党付一笔大钱，若无唔免加讲。They are coming to the table. They want to talk, but there's no talk unless they pay us a lot of money on a yearly basis. 川普强调讲，欧洲、中国这经济体这侪年来用关税甲美国吃豆腐，自伊要加扣关税以后，已经有50外国着急要甲美国来谈判。川普表示讲，若要爱伊甲关税收回，就爱逐党付一笔大钱，若无唔免加讲，伊袂对大国家利用贸易夺走美国的财富这件代志给点点。好，川普袂急点点，欧美国家嘛袂急点点，因为民众发起示威行动，抗议川普的政策干预世界经济。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扣对顶关税了后，唔但引起全球经济不稳定，也互欧洲各国民众行起哩街路，表达对川普建会不满，因化手提开 hand off 的口号，要求川普唔通凊彩干预全球政经局势，造成各界困扰。法国巴黎示威群众表示，川普政策太过凊彩，互国际社会唔知要安怎做。And every single day, it seems like he starts doing things on a whim. You don't really know what he's going to do. It doesn't seem like he knows what he's going to do.
德国表林的示威选伫特斯拉店门口，指川普亲信马斯克。原本德国人对马斯克伫今年大选时阵表态支持救派行动感觉不满，川普即摆关税政策，各国民众看拖马斯克。Das ist ein Angriff auf die Demokratie, was Elon Musk macht, indem rechte Parteien unterstützt oder sogar Nazi-artige Parteien unterstützt. Das ist ein Problem. 面对川普向欧洲扣20%关税，欧盟已经宣布对美国商品祭出保护措施，高达280亿美金，核代票9300亿。第一波锁定美国鸦片、果物、葡萄酒、木材、加沙，按算伫4月初9表决，若通过会伫4月15生效。伫1个月了后，还佫有另外反击措施。法国总统马克宏是呼吁欧洲各国团结应对，暂停对美国的投资。伊形容川普的关税政策雄雄而且无禁忌，强调欧洲爱采取一致行动，避免内部分裂。公司新闻由派准分析。也川普的政策唔但影响到世界的经济局势，嘛冲击到家己人。哪会安尼？因为美国针对进口车扣25%的关税，因美国、法国甲意大利做伙合作的斯特兰蒂斯集团，这个集团啊是全球第4大车厂，今麦宣布讲要伫美国裁员900人。美国对进口汽车扣25%关税，切杀开始生效。目前新发出第一个受害者，竟然是美国甲法国、意大利合资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公司宣布暂时是美国国境工厂的900个员工，同时伫墨西哥、加拿大甲密西根州的组装厂也要停工。执行长伫发给员工的批内底表示，公司由于咧评估关税带来的中长期冲击，不过加拿大运输厂一停工，差不多4500个当地工人生活会马上受影响。Hopefully, this plant's going to reopen. It's a temporary shutdown. I've mentioned my concerns to the CEO of Stellantis and how we need to have this plant up and going, which it should be up and going. 美国另外一间汽车大公司福特也伫这一摆的关税战当中受创，因为南非有美国非洲省长甲机会发现的免税待遇，除了德国奔驰甲 BMW 一家设厂，福特也早就布局南非。最近佮投资超过3亿美金先建伫普勒托利亚的组装厂，不过川普扣25%关税，会严重冲击南非的汽车产业。If an American citizen wants to buy specifically a Ford Ranger that is a plug-in hybrid, they can only place an order in South Africa,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So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obviously, the capacity of Ford to be able to produce those vehicles, in big volumes is going to be constrained because the Americans are going to be looking at another Ford that is produced in another country or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南非想要减少对美国造成的贸易压力，讲南非对美国汽车出口敢若占伊的进口总量的0.99%，汽车零件也敢若占0.27%，对美国本地产业未造成任何威胁。目前南非已经正式启动甲美方沟通机制，希望继续维持零关税。公司新闻张慧斌报道。台铁票价要调整，即马行政院正式核定讲，按算对6月23开始实施，平均起来是去26.8%。坐底道的像讲，对台北国家邦桥坐区间车本地45块，即马爱22块。也民众若是用 T-Pass 袂起价，无受到影响。也若是讲坐更较远的、坐自强的，对台北国家台中是爱500佮加1块。若讲坐到高雄到甲新左营，爱975块。也台铁这边是讲，即便票钱咧起啊，若是坐愈远，汇率会对咧减，都是希望讲甲影响降到上低。清明连假都要结束，台铁也负责重大疏运任务。不过，这次交通部处长吴胜元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证实，行政院已经核准票价调整方案，台铁票价按算伫6月23正式起价。我们短程希望不受到影响，我们中程具有竞争力，那长程可以享优惠。所以这样一个3大原则，我们去用了递延递减的措施，让整体的报酬率是达到仅有0.36%。台铁公司捌提出报酬率3到5%等3方案送到董事会，最后伫今年2月确定用合理报酬率0.36%来算合理化票价，起幅度是16.8%。调整了后票价，地停台北到邦桥区间车为15块起到12块，自强区23块起到34块。
中庭台北到台中自强区是375起到501，另外台北到花莲自强区为440起到583，原定台北到新庄营自强区票价为814起到975。20%左右就差不多。不想涨票价啊，那台铁倒了，他们怎么搭？因为10年没涨了，所以物价跟着涨，我觉得也蛮合理。这摆调整票价，旅客为5月1日开始，买6月23了后车票都是新票价。按算客运收入每年应增加47.15亿，货运收入增加7.18亿，整体增加54.73亿个收益。不过，票价调整方案比预期较低，学者认为代替真需要配合其他资产活化，佮继续检讨是毋是需要佮一摆继续调整。短时间如果说这样的调整幅度当然不容易，所以才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台铁要去增加自己的营收，应该来自各种不同的管道，附属事业的活动跟站区的一些开发。代替三港认为，这摆票价调整无法度解决调钱，不过有人建议部分票箱收入用来调悬基层薪水老人才，改善代替的工作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好，也根据卫福部甲交通部的调查，全台湾有511万人骑脚踏车煞无伫安全帽啊，这个比例有到8成这么多。也医学界就认为讲会有交通的风险，建议讲脚踏车爱亲像奥多麦同款强制伫安全帽啊。也国建署这边是讲，敢有要立法来规范，就要看社会敢有共识。这几年真侪人爱骑脚踏车通勤，假日也为少亲子骑脚踏车伫河滨公园欣赏河滨景致。不过真少人骑脚踏车有戴安全帽。机车比较快嘛，比较危险啊。骑脚踏车是比较不会那么危险啊。请问一下，安全帽谁提供？一定是自己啊，那就不方便了。对，我们都骑很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骑机车无戴安全帽的会当罚500，不过骑脚踏车无戴安全帽，目前无法通罚。根据卫福部、国建署加交通部的调查指出，12岁以上定定骑脚踏车的人，差不多有511万人。骑脚踏车的时阵，毋捌也是差不多无戴安全帽的比例达到8成，大概拢戴安全帽的比例敢若1成1。有医师建议，若是骑竞速脚踏车，上好爱强制戴安全帽，若无若发生交通事故，头部外伤有可能会无性命，也是老病金。最常见的是那些骑竞速的脚踏车，那很严重哦，那个头撞到，有时候脑部出血，有时候真的颈部的受伤之后就半身不遂了。之前是只要一跌倒，担心他头部受伤，但是是否要立法？那就要看大家有没有共识。前卫福部长柯文哲是当年骑机车强制戴安全帽推塞立法的其中一人，即马佫倡议骑脚踏车的人嘛爱纳入规范。对这代志，国建署是回应讲，骑脚踏车是对健康真好的运动，若是毋是立法强制戴安全帽，会当开放外界来讨论，嘛爱由交通部来研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讲，麦当劳进前有一个主管互指控讲涉嫌性侵未成年的工读生，害这个工读生想袂开来行地路。这个案经过士林地检署调查，今日认定讲涉案的这个主管因为罪嫌不足，无起诉来处分。死者家属是讲会阁再提出再议。我觉得司法不公。检警就皮箱表达不满，已经过身小女的母亲控诉囡仔伫麦当劳做沙工，互主管性侵超过10摆，最后得到忧郁症倾向自杀。不过检方即卖调查结果，互家属受到二次打击。有一些对话，他都有去讲到，那都有交给检察官那边做调查，那还有证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不起诉了，是不是真的台湾的司法都在保护有钱的人？惊袂出失去亲人的艰苦，对司法结果更加是心冷。小女的父亲讲，已经有证人作证，尽一切提告诉证。不过事件侦办了后，初次认定涉案主管涉犯强制威胁等罪嫌不足，以不起诉处分。妹妹那个时候手机已经泡水了，那我们能提供的证据真的有限。再一不成功，我们就一步一步来。那如果再不成功，那我们继续走往自诉，走往交付惩罚。对结果感觉大兄悲伤，强调会阁提再议。家属也批评，虽然麦当劳内部调查认定性骚扰成案，却只有将人是头路，无提供受害者有效救济管道甲心理辅导，甚至暗发到他只透过声明回事嘞。
麦当劳回应尊重侦查结果，会接受外界讨论，甲司教继续关怀家属，提供必要协助，搁积极改善治安。毕竟连台北市劳动局拢认定业者案发了后做的补救防治措施有欠点。调查结果认定麦当劳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第13条第2项规定成立，裁罚100万元整。红点名一大欠点，就是无对申诉人提供也是专业咨询、社会福利资源，甲其他必要服务。劳动局以性平法已经开罚100万，相关的新定书伫4月初2交付家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继续转来看国际消息。美国中西部甲南部最近变大雨、做大水，至少有18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囡仔敢若9岁，伊要去上课的这个路途当中，互大水冲走。也同款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的，也有落西埃的莫斯科。莫斯科这边4月应该还是春天，本地气温有较起来淡薄啊，不过即马煞又搁咧落大雪，气温降到0度以下。路桥大水引起厝甲车拢浸入水内，美国中西部甲南部即几天大水雨落无停，地区真侪条河崩破。为俄亥俄州到德州真侪城镇拢淹去，住伫田纳西州西北城镇利夫的斯考特，礼拜为外地回乡，看到4个拢淹水，真烦恼爸爸的安全。Came here to check on my dad. He lives right over there by the baseball fields, and ain't really heard nothing from him, and I just want to try to make sure he was safe and out of here. 伫肯纳基州中北部挖近河川的法尔茅斯甲巴特勒这两个城镇，嘛同款面临淹水的危机。当局下令民众紧急撤离。烦恼30年前，河水位涨15公尺，上千栋厝毁损的恶梦阁发生。What's concerning for us and what we're watching for right now is the fact that south of us is still getting some rain. 这阵大雨，搁同时透强风，为顶礼拜3风暴开始以来，美国中西部发布超过260届强烈风的警报，有不少厝去互强烈风扫平。目前已经知影田纳西州至少有10个人死亡，肯纳基州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行路赶校车的时阵，煞叫大水冲去。阿肯色州有一个5岁查甫囡仔因为树仔倒去，结着自体煞死亡。气象专家指出，最近真歹天气，主要是因为气温回升，大气无稳定，也个墨西哥湾内的大量水汽造成的，而且有向东扩散的迹象。极端气候也伫罗西亚发威，墨西哥民众伫4月本来是应该春暖花开，顶礼拜5高温来到-45度，无想到1月的温度向降到0度以下，街路4个拢遭积雪，互清洁人员无用试试。В апреле погода? Нет, думаю, не очень нормально. Какое-то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зимы неприятное,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有外地学生囡仔表示，已经甲旧衫拢收起来啊。罗西亚交通部门警告，已经甲单柜轮胎换起来，驾驶唔通冒险上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好，观众朋友，咱市挑无要洗厝，拢爱先问过厝头家有通也唔通。不过，伫咧澳洲的首都坎培拉，这个厝头家袂使讲唔通，就是因为坎培拉要保障洗厝的权益，伫遮厝头家要禁止厝卡市挑物，就要有法院来核准。也厝头家要去扣这个厝税嘛有限制，嘛袂使凊彩甲厝卡来解约。一个厝卡是真受保障，不过厝头家这边呢，就真有压力咯。中人讲啊，有愈来愈侪人想要甲厝卖掉，较贵去。澳洲大学生杰斯普雷斯顿甲真侪饲鸟的租客同款，饲几10摆才找到这么大的所在。伊感叹厝内有猫仔狗仔，洗厝无简单。不过，互伊安慰的是，即摆的厝头家并不是因为伊无饲鸟，才将厝洗互伊，而是因为需要安尼做。I cannot live without my babies, and they make such a difference in someone's life. Like they help my mental health, they're good for my physical health. 两只猫仔疗愈杰斯的身心，也是伊上亲密的家人。像杰斯安尼，厝内有猫仔狗仔洗厝的人，当时坎培拉市爱照顾的对象。伫遮，若厝头家要禁止厝卡饲宠物，都要先经过民事甲行政法定的核准。For tenants elsewhere in Australia, we'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ense of anxiety or dread around potential eviction, around a potential rent increase. Yeah, definitely the most renter-friendly. We've got some of the tightest laws that protect tenants. 除了强制厝头家爱合租客饲宠物，坎培拉的法规也限制厝头家随意起租金，要求主体达到上低的能源效率标准，更加禁止随意将厝卡解约。这个以照顾洗厝的人为出发点的政策，所引来厝头家不满，尤其是投资客。The environment became one where it was no longer viable to invest in it.
and it was time to adjust the strategy for something different. I'd probably get 2 to 3 a week wanting appraisals done on their home with a view to selling it. 也毋过，工党长期执政的坎培拉看来并无烦恼出头家出走，因为这空出入权供给充足，支持租客政策走向，短期内应该未改变。公视新闻阿鲁梅编译。确实到即卖有愈来愈侪人饲宠物，感情也是甲亲人共款。也宠物若破病，就爱安乐死，这是真侪主人的疼。英国这边都有组织提供这主人一个专线，甲因咨询，也逐当至少有3万人打电话去求帮助。真侪主人会带宠物到公园散步，甲狗仔耍拼飞盘，看因耍甲真欢喜，都袂记哩家己的烦恼。啊，毋过因年岁大，都会受到身体退化、甲病痛的艰苦。过去美好的时间，对真多主人心内无法度承受的痛。People who don't have pets don't understand. People think they use those cliches. Oh, you can get another pet. They're not replaceable, or they had a good life. You know, or all of those things. People want to make you feel better, so they use those cliches as a sort of a fix-all. So you feel like you can't talk about it because people aren't really empathising with you, not really understanding. 宠物开始面对病痛，被迫做出安乐死，是真侪主人心内痛。尤其是当伊厝内无宠物的厝，感觉是真安静。英国动物福利非政府组织那是指为宠物过身的主人提供一线咨询服务，每年至少3万人打电话求助。辅导员指出，有时阵失去宠物，甚至比失去一个人更加艰苦，因为宠物已经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You are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them, so you feed them, walk them, whatever kind of pet it is, you're responsible for taking them to the vet, and ultimately euthanasia, signing that consent form for that end. So guilt is a really big part of pet loss. 悲伤无法度简单化解，因为悲伤甲宠物陪伴记忆，拢可能永远伫咧。You lose a pet and you learn your life gets bigger around it. Your grief never goes. It can pop up at any time. So it may be you see another cat that's the same, or there's an anniversary like with Facebook, it pops up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all of those feelings will come back. 辅导员表示，伊将狗国父放伫壁路边，因为迄是伊过去上爱坐所在。生离死别虽然悲伤，毋过已经陪伴甲美好，则是无价。公视新闻陈慧珍编译。观众朋友，看转来咱台湾，文化部伫去年底推出台语家庭计划。这计划啊，就是参加台语活动扣点数提奖金。也第一期已经伫顶个月底来结束。根据文化部的统计，计共有1839家庭，7530人来参加。也其中台语学习家庭是占多数，有1292户。都有家长讲哦，伫即个华语社会要建心成做台语家庭，真正无简单哦。也透过参加活动，伊嘛希望会当有愈侪家庭来加入。过道的新北市天气淡薄仔小热，有一阵亲子美伫公园的树影下骹唱台语歌谣。因是在地母语共学团，逐礼拜拢会举办聚会，互囡仔有台语伴。这个团体有一个新加入的妈妈吴焕婷，这是伊第3摆带家己一岁外囡仔来共学团。伊本身也伫今年初申請加做台語學習家庭。自細漢伊即馬啥物攏毋知影的時陣，就互伊講台語。想講安尼，伊以後去外口，若是講華語嘛無要緊，但是伊至少愛佇咧厝誒，甲咱爸爸媽媽是甲伊誒阿祖講話，攏愛會當講，會當溝通安尼。吳焕婷希望透過台語學習家庭計劃，為囡仔細漢就營造台語環境，佇厝內通規家伙仔攏講台語，成做一個台語家庭。不過台語學習家庭的類型也真多元，親像李明山厝內只有伊，甲尾2歲的囡仔在會曉講台語，因翁只會曉華語。李明山也有去申請台語學習家庭計劃，不過成員只有伊甲囡仔。其實我平常和親戚朋友較無在講台語，攏是講華語。對，平常佇厝裡和阮翁和伊爸爸其實嘛是講華語。文化部伫去年底推出母語家庭計劃，參加活動摕點數就會當換獎勵金。
李明山表示，台语家庭计划虽然只有伊甲囡仔参加，因翁袂晓台语，但是三不五时也会带因翁对咧参加集点活动，互因翁也渐渐开始接触台语。也要参加活动爱几点，啊，毋过我无法度拿讲价跟拿听课，所以有时阵我会甲阮翁带去斗相共，就比较就是斗顾好斗顾囡仔，啊伊斗顾囡仔的时阵，有时阵加减会听。伊减毋听，所以即马就是讲，虽然讲伊袂晓讲台语，啊，毋过伊会加减配合。透过参与台语学习家庭计划，李明山因翁为完全袂晓台语，到即马会加减听、加减讲。有范定也讲，这个计划互伊知影愈侪通上台语课、找台语伴的所在，对家己执行台语家庭来讲是真有帮助。记者郭碧君、林玉凯，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再会。